我哋繼續講立志啊！頭先已經講到要消滅身口意上面嘅惡念。我呢個影片係專門係拍俾修淨土法門嘅人睇嘅。咁如果你唔係信佛嘅人，呢個影片就唔適合你，除非你好特別。哋講到要消滅身口意嘅惡念。因為如果你臨終嘅時候有惡念嘅話，你就冇辦法往生。以前有一個國王叫阿奇達，死啦，唔記得咗叫咩名。一個國王，佢臨終嘅時候，佢本身係一個虔誠嘅佛教徒嚟嘅，佢修佢修戒行修得好嚴密。但係喺佢臨終嘅時候，佢個婢女幫佢潑線，跟住因為打烏蠅嘅關係，打到佢塊面，咁佢就發呢個嗔怒，咁就即係起咗呢個面色，起咗呢個憤怒。咁嗰陣時佢又命終，咁佢就死咗之後就墮入呢個畜生道，變咗一條毒蛇。我唔記得係蟒蛇定唔知毒蛇。總之係蛇，所以臨終嗰念係，如果你有嗔怒，臨終嘅時候有嗔怒，你就冇辦法，喺我哋念佛嘅人嚟講就冇辦法往生。所以你見到嗔怒係已經嗰個殺傷力係，嗰個壞處係十分之大。所以我哋修淨土法門嘅人要留意自己嘅脾氣，要留意自己嘅念頭，有邊啲係惡嘅，有邊啲係妨礙你嘅正念，有邊啲係唔應該有，即刻就消滅佢。要做到呢一樣嘢，要留意自己嘅念頭。如果你念佛念得多，大家就知道你會留意到自己嘅念頭，邊啲係好，邊啲係善。第二就係你要知道因果嘅報應，禮敬三寶，受人尊敬，布施就富有。愛惜物命長壽，呢啲係有因就會有果，有因就會有果。另一樣嘢就係要相信有生死輪迴，相信有生死輪迴。你今世係咁樣生活，咁樣做事。如果你嘅念頭係為咗名利色權，為咗功名富貴，無論係名又好，利又好，你或者會得計，或者會揾到你想要嗰樣嘢，但係你下世就會受呢一個結果。喺相信生死輪迴嘅人嚟講，佢知道呢一世都係無量世嘅一世，今世之後就有下世。今世做呢個決定，下世就會受一個點樣嘅果。例如話，我開一間診所，我要做一個功德，或者係收呢個錢，都係好簡單嘅事，都係好簡單嘅事，就係睇你點樣取捨。如果你知道仲有下一世，你就會收呢個功德。如果你唔相信有下一世，你就知道淨係我要今世，我要點樣，你就會睇錢。所以好多煩惱係，如果你有嗰個眼光，有嗰個大局嘅話，你立志
有嗰個基礎，你識得立志嘅話，好多煩惱就會你知道嗰陣時就會消滅佢。